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一万年伫要4月，刷来5月，伫要到24节开的小满。就一句话讲，小满季望正水，意思就是小满稻啊，就会结做一粒一粒的花穗，到望正就会把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季把季的季，读各位季第7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季本地意思是咧讲精神啊有心，像讲猪母带季，一般较袂用咧讲人，啊若无袂输咧讲笑。这个季会当讲是稻啊花穗已经把甜，咱讲是做季把季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带季，咱讲到带季，嘛会当讲是有季。本来意思是讲精神啊有心，落尾用来形容人，也毋过这毋是正式的讲法。若是讲甲也未结婚就有新的女性带入门，咱讲是带季来的。第二个词读做季水，季水的意思就是寒水或者是水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只羊母带季已经要顺月，开始季水甲足严重，看伊规工拢懒死，摕咧休困，甲羊仔囝生出来了后，应该就好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季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